台南人口發展嘛，帶動這大人口成長。台南市政府進前嘛，佇個南口遮規劃一座全民運動館，即陣煞因為改造去延長，互地方是真失望。我佇個南口邊仔新華蓮潭裡，那是台南上好嘅里，嘛是這老化指數上低行政區。當地居民都希望市府趕緊來補助居民需要嘅休閒設施。台南科學園區近來發展較真緊，請真濟高科技人才挖來遮徛，帶動這搭人口增加真濟。不過所傳出遮公共建設對不着腳步。本來市府有規劃咧安南新營、永康林德、漢東科等所在起全民運動館，其中4座攏已經陸續動工。當地里長批想獨到南口遮，因為規劃案互人改約煞停咧，另外嘛無大賣場通買，因希望市府愛重視加速補助運動休閒設施。都要跑到市區那邊去。資源會比較多，你要環境好，要採買方便，應該是比較不容易的。等了大概3年多，到現在卻是一場空。其實民眾是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，因為畢竟這邊年輕人多，小孩也多，然後可以運動的地方其實相對的稀少。南科的產值在這邊是這麼的高，可是它的公共建設像這種東西完全起不來，那讓年輕人、讓小孩子真的是假日的時候都不知道要去哪裡走。我見南科的新華蓮潭裡多數攏咧南科食頭路，因為收入穩定，生育意願就提懸，人口持續增加，地區公共建設的需求就會增加。地方呼籲市府愛重新檢討規劃，提供甲人口規模相符合的公共建設。體育局回應相關預算並無抬調，目前已經和本前的建築師解約，因後續會重新招標。為履約期間，建築師多次延遲提交成果，提交之書圖經3次專家學者審查，皆仍未通過，又持續要求市府追加經費。本局考量建築師恐無能力執行，已發文解約。經過財政部上新的統計，蓮潭里的綜合所得平均數達到277.6萬，中位數178.1萬，連任台南市上好野里。另外，因這裡的人口年歲嘛較少年化，總人口數7600多人，65歲以上的時代敢若200多個。高所得加年齡的黃金人口結構，在地公共建設未使擱拖。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。